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22，箴言14章26到27節安尼講：敬畏上主有堅固的倚靠，伊的囝兒有躲閃的所在。敬畏上主是活命的水泉，予人免陷入死亡的羅網。三甲來祈禱，做阮堅固的倚靠，甲活命的水泉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！感謝你使阮性命氣息，並且佇每一天甲阮同在。主啊！阮知阮是軟弱甲有限，常常面對困難的時，會感覺無助，甚至來跋倒。總是主啊！阮知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你的疼無窮無盡，你的智慧遠過阮的所想。主啊！你是個真個活的上帝，全能的主宰，所以阮一切所有，攏是你所想事，阮的一切也攏在佇你。主啊！因為阮知，敬畏你有堅固的倚靠，阮的囝兒有躲閃的所在。敬畏你是活命的水泉，予人免陷入死亡的羅網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